日本受日本网架讲，这7月初5会发生大灾难，这就造成真侪人唔敢去日本。即阵这时间点是已经过啊，移民署预估今仔日同机场是有11万人出入境。有行李排在柜台等报道，准备出国。最近日本阿惠家梁树亮目击预言，初5透早日本会发生强烈地震甲海上大灾难，引起讨论。有旅客讲行程早就预定，无受影响。不过有旅客前一日是烦恼到困袂去。我昨天晚上有一点睡不着，看网络上说什么会有大地震，然后我就怕会有地震。9周玩5天，今年4月的时候决定的。去日本东北，不想那么多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目前预见时间已经过，根据移民署有报，初5桃园机场出入境旅客有11万人左右。旅行社业者讲，许多原本是出国大规，不过今年到日本团客比去年同期减少1.5到2成左右。团费的部分因为机票调降加汇率的关系，也少差不多2000块。像巴厘岛啊、曼谷的帕泰亚啊、那个越南的富国岛，往这几个地方去度假村的模式去走。反而日本部分今年暑假团体的卖况并不是说很高啦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.5成到2成之间啦。针对外地预见的风声，旅行社业者表示，确实有旅客烦恼，不过改日期或者是改地点，爱损失1/3的钱，旅客拢有因的考虑。分析去日本团客减少，主要甲疫后出国旅游大爆发，真侪人到日本自由行已经算甲差不多，加上许多大会人济，去迪士尼、环球影城、世博会拢也排真久，旅客大部分拢转去海岛度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